我係改峰，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杯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今日再過來看到你嘅暗上風法，我係高一峰。今日前度嘅朋友，真係係一隻當久冇看到嘅老朋友嘅。咩係你客家電視台裡面當有名嘅成金片導演林志儒，係度嘅阿魯導演。今日當好搞就是剛開始嘅時間噶啦，阿魯就兩啥講到當到撈拍片有關係嘅事情。希望今年做的時間拉長，同我兩啥好好嘅講到爽快啦。我們希望大家今日做的看到當到一隻客家嘅導演到底呢下呢個環境裡邊做到乜嘅事情，有乜嘅事情做到了大家好好嘅參詳。你先請給阿魯導演來大家講下。大家好，我係林志儒，大家都係我阿魯導演。阿魯。一個創作者，佢嘅寫時間嘅經驗，其實會影響到呢隻導演，佢後尾創作當基礎嘅核心價值。唔係講佢拍乜嘅題材咩，係講佢拍嘅題材後尾佢其實愛談論嘅係乜嘅東西。其實咧，其實係留寫時間當中累積起來嘅種神發嘅經驗有動態嘅關係。所以係一點。影響到想做一個導演的時間，唔懂關注那種百姓、庶民、小人物安樣嘅一隻點，所以其實唔當到嘅戲劇嘅作品裡邊，其實咩做安樣嘅方式出發嚟。唔管你挑戰嚟講嗬，因為寫嘅經驗，留唔後尾做導演，你肯定要兩隻當演嘅時間點，佢中間有乜嘅轉折發生？好。其實我小時候興趣係畫圖啦，愛畫圖，然後小時候就被抓去比賽，有一擺去寫生比賽，代表學校去寫生比賽，那時候國小好像4年級還是5年級，好，去一個介壽公園都在總統府跟旁邊在介壽公園寫生比賽，我畫了大概20分鐘，旁邊圍一堆人在看，我在地上畫，因為我也沒有帶那個畫板那些，對，就帶一個水彩，就去領了一張紙條，一堆人圍着哦，大家看，都會看，大家說，咦，乜乜嘅？來發關公讀春秋，大家都硬看啊，從書府那麼關公讀春秋，咦，為什麼畫這個？小時候沃卡堆祖宗牌位嘛，背後有一張關公有嘛？常常會有關公的圖案有嘛？正氣啊嘛，幹的，冇事情啊，都會臨摹都發嘅啊。然後去到介壽公園，咩地方發乜嘅？發總統府，大家都會發總統府。畫公園花木我都唔會發，都畫關公讀春秋。當同年都是圍着。所以幾時見就遊戲咧，就叫做冇人敢冇重要。遊戲嘅老年冇困擾，都唔使講有成見嘅問題。我做啲老一般啲冇困擾嘅。其實按樣講，跟按樣來講，其實按你講吼，一個導演。其實佢當創業一點哦，就佢看到事情的視角，那一般你冇困擾。那剛好我運氣很好，碰到柯一正導演、柯導，他們帶到一個新的、不一樣的思維，不一樣的想法。對，安尼啦。所以其實我進這一行沒有做導演的呢。一開始，我根本不看電影啊，好，那我是喜歡現場的氣氛，你知道？因為都會講。一個助理，可能一個小孩，一個美術助理啊，攝影助理哈，道具助理，然後一個化妝，他在家裡可能是少奶奶，翹着2郎腿，或者是一個公子哥啊呢。可是到現場來，一個杯子沒有準備好，以為拼死拼活去，這裡太感動，像喵一樣，知道？為了一個這個鏡頭，為了一個這個東西，人在那個時候最美最棒。我喜歡那個現場，大家工作的氣氛，尷尬，對，所以那個時候我最喜歡是參與這個東西。那麼想到講，我可以想到什麼創作啊那些，所以其實這個前10年啊，全部都做，我最快的事情就做輔導，沒有想說我有一個題材我要怎麼樣呈現，那麼想到呀。
一只导演的一只发展的人生的经验吼，对佢会不会创作的影响的一件事情啊，是都其实同微妙。伊本还记得讲，你用啥替代读其实迄味道客家电视台一只文学作品的改编，这是叫做改用这个写个小说，来改到变成个电视剧单元剧。给名来替代下单元剧，以前他做的是有下个偶像剧的吼，替代下单元剧。其实这是个这个唔敢安样开刀下呀吼，因为这个写小说，这个来安样切，个动通的，这是说很爱也个是个太太吼，美丽海太太吼，跟技术一下，Q13年吼，伊让个天数做替补的一只改动作，就是剧本的改编的第一步，这个下不了手，你看。当然给用那一只编剧来处理好以后，对我来讲做得来编做其实还一只新的本的，这种用新的本的再来重新的思考，那样的老导演老阿卢亮3年来谈讲，那样老一只安样的故事，慢慢的延展都变到一只90分钟的一只单元剧。其实过程的时候有当特殊的经验也还记得，就那时候对。就像刚刚讲，你对小人物的故事，你懂关注；你对一种人类的对于一种死亡啊，一些当少年去这是个啦老人家唔好看那样的故事啊，有年歌神的，然后去扑嗰种歌神，然后又拿个扑神嘅歌神的个献唱来规则呈现出来我说那样的这种题材，这个世界其实咩当冲击。客家电视会开始去做个单元剧的几只时段，不过个时间是都唔做去当干冲所以唔惊去读安样的一只很禁忌的一只话题。所以我想讲，海涛的时间，你来请阿卢导演来谈一下这时间导演碰来的一只短篇小说的一只经验，到底係样？你今天莫名其妙会接到这个剧本，接到这个角色，不管是主角配角，其实都是你生命中或者你当下的某种连结。你去寻找，你这个时候会接到老天爷派这个任务给你，是给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其实您讲对于一只作品来讲一只短篇小说改编成一只电视剧的时间，其实佢经历一只很多2度创作的一只过程。一只故事的原型，对小说家邢杜峰、老导演的邢杜峰其实是无一样的。这是个让伊去开始老这个短篇小说用神偶，变到给林志儒导演的邢杜峰。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当特别，因为这个故事其实係讲到老死亡有昆阳的有当重要的一个关联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安样去谈死亡，就像安尼样去谈论一张人诞生，其实係一件事情。因为老死老伤，来两件事变到困下，我知道阿卢导演老爱这个短篇小说用神偶的这个故事，跑到都有美感。即便它是一个死亡的故事，不过我知道这个故事本导演处理出来就当特别、当特殊。其实唔係我的功勞，全部都係導演的功勞，賦予這安樣嘅短篇小說一個新的生命。安尼來看一段 VCR， 看幾時嘅林志儒導演拍嘅。用神偶在这单元剧，死者叫林云英，是个客家女歌手。如果她真的想死的话，你看这种高度，她只要站起来就可以了。你唔会讲客家人就帮客家人，你讲弟啊，你会搞我帮忙啊？你爹那边那边嘛，要退变，我吐死了，自家想办法。你总唔得安样嘛？你总得用你爱千万爱，爱钱爱辛辛苦苦赚的钱。好心，我求你，老
这个公寓是3年前那个案子。你还记得那个案子？真的呀？啊，在上面干嘛？没有啊。赶快下来准备晚饭啦，肚子很饿了呢。哦。哎。马医师，你个反应来冇？马意外些啊？唔反应啊，马卡？唔讲啊？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用啊，这么的双腿白啊？走对。啊，双腿白翻翻啊，翻那条水唔讲。各位客家电视台的观众，我们大家遇到3年的肉神我这个单元剧，就长久以前，差不多10多年前，这是个入围金钟有4项，这是个在单元剧这个项目里边拿到最佳单元剧集、最佳女配角，还有最佳编剧那3个奖。其实这个天书剧这是个喺客家电视台在开始文学改编拍安样电视单元剧当开始的时间。这是个我老阿鲁导演2、3年开始合作去拍安样的戏。其实係一個小兵立大功的過程。其實真漂亮啊！希望講談一下阿魯導演，作為一個導演來講，你用去想嘅時間看到嘅一個肉身活嘅一個故事，用個開始去來轉化成一個影像嘅一個作品。你要看阿魯導演用來談。一个导演到编剧的面前，开始拍完戏之后，通常都要跟编剧的告诫忏悔，忏悔。因为文字的作品又变成影像啊，懂难。因为文字提供了观看者无限大空间，好，那你影像就会完全把它缩到一个范围底部呀。所以其实跟编剧一直工作的过程中，要庆难啊，因为我们沟通过程中讲的都是一些概念跟概念，形而上的事情，下出来的东西可能想的都不一样。那若生的短篇小说里面吸引我还记得吗？那个一缕烟，一缕烟，那个烟的描述的短后观跟那个刑案现场，那当然会把我关心的议题摆进去，好一些。在台北边缘、都市边缘地带的，跟客家有关的女生，她们的生存奋斗。拍片以来呢，都碰到一道疑问了，这个疑问到现在还存在。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写同好宽，拍的时候才往往会变另外一回事，因为拍摄的状况暗斗，演员不一定演的，现场成本不够，然后。演员某天做的做会出来，然后场景啊、预算啊都会编没，用编，或者现场看到懂后的东西会跑，那已经是另外创作。到剪接，又重新组合，好，所以到最后的成品，老跟原始的剧本，哇，往往差了10万8千里。有一天的 Q 对。前面敢讲一个故事的原型。打动一只下属的人，能够打动一只导演咯。一听一只有一只差异，对不对？有的因为一只导演们也感觉到，那个画面，他展开了那个故事的开始。所以大部分人，而且这是个，我记得底部的演员，像亚洲剧团的团长佩安，韩国的他拍档到天使 Q 嘅咩，金钟的得主黄彩怡，韩国淑媛。这是个还记得给他，这是个喊那小剧场的演员，金枝，金枝的第3集全部真，超，全部都是金枝出来，就是也因为到这个时间点，然一个戏剧过程，然后阿鲁接触以后，他就慢慢的转到天师的领域了，因
支持场多了哈。佢当然咩系图剧场啊，演奏表演指导一样等等。所以我即个感觉一只好嘅一只戏剧吼，其实做得影响当多年。就像刚阿卢讲的，其实当沉溺到嘅拍片现场那种感觉，其实就像一只下属的人，佢单溺到嘅小说的世界里面当困样。因为只讲现场领导，嘅下属的时间就13年，门关内来写那样。不过，伊创造出来想象的空间，其实係当靠近的。我谈到了关起来，其实你那一只作品墙，其实係老年意象上係老年关起来的一只故事来谈样。谈强之言。係啊，墙。那创作都可以用黑算创作者了哈，创作哪些创作不太是从别的书本或者那个过程中最大的来源，哈，老七嘎，哎，往里头找，好，我相信生命的轮回了，你很多累世的经验都能要底班，好，所以我的创作比较是一些原生的东西。就是没有什么逻辑，管它是怎么样，有感觉都跑。其实拍片的时间，当惯用小剧场的演员，因为小剧场其他的演戏的一个方法了，某一个程度啊，是都加个层次的 range 较大啦。意思讲，剧场演员给做的接受不同形式的那种表演的那种算是沟通挑战，他们的那个 range 还大的，没错吗？所以我在想讲，其实猎到按样的剧场演员，从电视剧里边，其呈现的方式，某一个程度，其就带有一种比较实验性的按样的尝试。其实某一程度，每一款导演，其敢表述，本猎到按样的质地的演员，去看到了本，看到了故事。看到了在 monitor 的时间，佢敢去做按样的事情，其实那件事情係冇辦法從導演的書上表下來的時間。你做照定劇本來拍嘅時間，其實就很難一些咧。因為睇咁樣上定，其實本嚟圖嘅，我講馬化對晒嘅應該要馬表情，本來時間我係佢要做一萬馬嘅轉移，其實佢做了一來一往嘅過程裏邊，那啲東西做出來。我冇講想講，其實做馬講我家會談到其實。都跟牛神我谈到强，因为我说李永铺对我来讲，它其实一定程度它都有影像剧场化的这种过程。我自家感觉係咁哦，所以我想讲，其实你点嘛，某一天那阿鲁导演这个风格，那个风格就会往按样的方式去挖掘影像拍摄的可能性。那咱补充一下，为什么习惯用剧场演员？因为剧场演员对表演的使命感某空用。我喜欢跟演员一起讨论，你今天莫名其妙会接到这个剧本，接到这个角色，不管是主角配角，其实都是你生命中或者你当下的某种连结。你去寻找你这个时候会接到老天爷派这个任务给你，是给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或寻找你现在的连接，你知道，你就可以把真正的你跟这个角色摆在坑哦。他们可以接受按你的使命感，不是说，对，不是我只是来赚钱的，按你好，我只是把这个角色呈现而已。是你生命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按你好。有了这些演员之后，他们有这个概念之后，我的习惯啊，因为我以前是乐团的唢呐手、老指挥，那刚刚都。一直导演都用指挥空用，他不可能自己去告诉你说这长笛教你要怎么吹，这个大提琴要怎么拉，这一段你 solo 了，你要怎么样那个，都有让他们自由诠释。那整个大调子方向，你不要演奏到别的曲子去就好，这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让大家发挥到自己可以做到更好的、更快乐的，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作品就是最好的作品，就唐也是亲口为实。没讲我自己框里头我要怎么样，那破片的都会划分镜你过到现场就不用太了，就完全没有照分镜跑，那个只是说怕大家都想不到什么的时候，姿色有压。哪一了做这种？有一摆
有个镜头，一个浪景的摄影师摆一个位置，我看一下，哦，人啊漂亮啊，我就很爽啊，哦，懂挑啊。可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又想一想，如果摄影师摆的都跟你想的一样，那要他来干什么？没错，我知道啊，没超买嘿，所以你如何让大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聚在一起，又可以让大家的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好、最快乐好的创作那样子，我觉得才是最棒的方式。嘿，其实我想跟阿鲁谈谈因为其实要谈到创作这件事情其实当多好谈的。做当然紧闭的时间其实1点钟抢短的，应该要变到2点钟、要3点钟，才有办法好好的讲当多。我还一段安尼甲谈无当多的有关的，对，其实不管样的去想拍片那件事情，听我读到当多困难。因为讲了下，其实几只影视的产业行到一只当微妙的困境里边。安尼还一段来谈片，从一只安样的导演的深度方，让去看待了下几只天时天样的一只产业链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安尼还一段再来好好谈片，好不好？那有一个想法啦，天样本经济部来管，天样电影产业。那当然，亚共的电影产业比较趋向于说你要形成产业、形成工业。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买卖行为嘛，它有关系到市场。各位观众欢迎大家转来安尼暗想方法。今日其实请到正经的同期的老朋友阿鲁，上2届、2、3年，讲到实在，这时间真係長短真嘅，希望下擺還有時間再談下到對話。不過你一談到一下，其實應該安尼要轉到一隻點來談，乜點？其實因為你好安尼台灣你下拍天時啊，或拍天也好，其實行到一隻當特殊的一隻時間點。市場的問題啦，觀眾的問題啦，電視台收視率的問題啦，劇本的問題啦，導演的問題，演員的問題，全部都有一隻當奇特一隻氛圍。這個係會看厲害一隻大環境的一隻拍片的一隻現場。3、4年前，2、3年前，係一個朋友去歐洲的影展。跑一圈轉來，譬如講，台灣天樣唔見睇咧，唔見睇咧。我大家對拍商業片去嘅，原來以前那個創作力冇睇咧，冇睇咧。睇看唔到台灣的天樣這個難去。我想，任何個產業在轉型的時候，都會發生這個現象對。想當年，都跟新浪潮，台灣的新浪潮的時候，那個時候同樣年紀的一批人，香港人，都台北的聚會，他們多羨慕台灣新浪潮的那些導演們，大家窮哈，每天談理想、談創作那個，然後香港那邊就自己在那邊吵架，我要拍什麼類型，你要拍什麼那個，那時候那些有誰？吳宇森、徐克給的，很羨慕台灣新浪潮。曾幾何時開始慢慢轉，給的拍商業片，可是他們一樣有他的創作力注入。吳宇森的、徐克，慢慢給的紅起來。對，我們台灣有點行業，對。我講在一個轉型的空間裡頭，會面臨到一個轉型期啊。電視沒空樣，你看到日劇、韓劇，還有中國的。連續劇進來，古裝劇進來，台灣似乎沒有空間，尤其我們現在經濟不像以前然後感覺上市場，其實市場沒有縮小了，某邊是被其他的進來，就是自己國產的反而變小了，變來了，然後這個惡性循環，變小了之後，他不敢投錢，那你就越做越小。你就限制越來越大，那就越面臨到別人家越做越大的東西，你越做越小，就越來越萎縮。台灣天樣，上一年去杭州跑，其實也突然
理解到一个东西，说还好台湾没钱。你有讲台湾没钱那件哎，事，台湾没钱还好啊？为什么？就说你看到这片的商业片，当然我讲的是商业片。商业片，哎，商业片，你看他们的商业片，因为你要向市场靠拢，向观众靠拢，好，然后观众呢，对，尤其懂盛行的网络剧，因为你要往那边靠拢的结果，你要给使用这些网络的族群们，全部年轻人啊，国小、国中、高中啊，多一点大学，好，所以你拍的题材就越来越那个。你讲太深了，讲深入一点的东西，看我坑庸哎，他会说你看不懂，不要，你讲那么深不要，所以会有一个弱智化的倾向。不然给他商业电影没坑庸，给他商业电影有时候就是很简单，很那个，你注重感官效果，注重即时性的。你深层一点东西反而没有空间补下去。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台湾的机会。对人来讲，其实你按两个点，谈起来，一讲起来哈，你台湾因为就是个大环境不好，限缩在这个点，因为环境的关系，你拍个唔系商业片类型的天样，反而处在一个你讲盘转，盘转的时间。其实你盘转期，嘿做的反过去，变成讲一个新的契机。对，新的契机。如何相拍啊？嘿，你反而是一个新契机，因为比不上那种大的工业下的那个跟他们作战的时候，我们反而有我们的优点。那优点就是我们的海岛国家接受四面八方的资讯，我们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然后我们社会上的矛盾冲突也在转型中，所以你讲台湾的创作者现在没有题材。这个创作者要去跳海，好，就是说你四周围都是那个是一个台湾创作的契机，啊，那我觉得，所以我会说，还好台湾没钱，台湾没有钱，你不要一味的想去做大的那种去跟人家争，我反而做我们有优势的地方，用小成本，某地方可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其实这样来讲哈，我想讲。因为这2年其实没等到类型天样慢慢的出来，像《红衣小女孩》啊，给娄艺安导演的失控谎言》啊，其实慢慢的等到一些类型商业电影，我礼拜九把刀的，还有崔导演的一个楼下的房客，其实慢慢的其实不管你原来嘅新浪潮，对杨德昌导演给他时代留下来嘅风格，也可以讲新一批的导演。韩国下剧本的两个编剧，韩国演员，全部除了几年、3年底吧。当然，因为天样拍一部做2年的时间，所以2-3年的变化其实短，讲有真嘅短。所以每有谈讲一种讲法是讲，其实咧盘转期这个较拔长一些的。本来都不过那一批的导演也係好上年，他上一批的导演就會想講，新時代的觀眾讓佢慢慢的捏到夾幾個時代的嗰種普遍的觀念入來，佢還有上面有想講，讓誒冇去做出來，像阿盧導演講的，就會唔拍個長就會單一題材，挺簡單。其實後上年可能就其實少數係個體嚟，佢冇乜個拍天樣嘅嗰種後輩藝術承載嘅嗰種社會價值，也對住冇體嚟。因為老兩台嗰種距離哈，慢慢的縮到輕短的狀況，咁每一個教育的過程哦。係啊，我有一個想法啦，哈，天樣啊，本經濟部來管。天樣，哎，電影產業，那當然，亞共的電影產業比較趨向於，所以你要形成產業、形成工業，我覺得，因為它是一個買賣行為嘛，它有關係到市場。好，你看像經濟部，你今天一個新的 IC 出來，你新的產品出來，經濟部會免稅去扶植，它扶植的方法還有什麼呢？包含國對國的貿易談判的時候，他也說你要買我這個產品，你進多少東西出來，你看天樣沒做的，如果你給經濟部管，比如說日本，比如說香港，比如說新加坡，好，你有多少音響產品過來，我有幾部電影給你。用過呢？用過呢呀，經濟也按你談的沒？日本沒坑用，韓國沒坑用，不然台灣的電影一直打不出去，由政府來打市場，
这是商业片的范畴啊，有市场就有人会投资啊，啊，赔钱的生意某年周咩？嗨，好，那我们说电影产业基本上，如果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产业，它是一个商业行为的话，就那给经济部管啊，它等于那是这是一个赚钱的东西，那你就帮忙老给市场周它呀，好，周它以后就会有人投入，所以你商业片你不必去扶持商业片，你要是健全它的市场，自然有工业的形成。产业链就会成熟一点，就会成熟，就会你有市场，就会有人注入嘛，慢慢落来。对，那有一个属于文化部的东西，就所谓的艺术片。艺术片，对，它艺术片它的标的物艺术片也是一种市场，可是它绝对是一个小市场。那小市场，我觉得就可以用政府补助来做。那你检视的态度就不应该检视它卖不卖钱。就哪个叫相反？嗨，那就是卖不卖钱，那个它就是纯创作的。好，那政府做的完全补助。其實你好，做一個導演，冇咁簡單嘅，咩拍片呢啲呢，咩行去參與演出。因為嗰啲其實勞動到嘅小劇場嘅演員，拍很多年嘅天師老天爺，其實對表演呢件事情一定有當多嘅想法。沒按用聽聽啦，因為你實際上沒有參加當多天陽嘅演出，像周美玲嘅《花樣》。韩国代理人导演呢，不能没有你。其實做按樣一隻感覺來看哦，就是你有一隻導演，你還要參加按導演員的過程，那兩件事情有乜個冇困擾的地方？不能以為啊，表演沒想象安難。好，常常跟演員講，我們寫實表演用哎，然後表演的時候呢，個情緒啊，要到皮下1公分，皮膚底下不要露出來，好。然後如何要自然啊，怎麼樣的？每次講哦，後來我自己去演戲才知道，他那個停頓其實是茫然的。我以為聽懂了，那雖然點頭，可是是一種茫然的眼神。對，他哪裡講？當我自己去演出的時候，那哦，原來我很簡單，但不能沒有你運氣很好，代理人導演同我的朋友啊，其實寫劇本跟企劃跟陳文彬導演在一起弄的時候，他們就打算要加我這個角色，不然這個角色，那我就覺得，那個主人翁很有客家人的邊緣性格，好，會抱着小孩在河邊，我覺得很像客家人這樣子，所以就建議他用哈巴，嗨，所以我自然去搞哈嘎女，自然而然在裡頭去演客家，代言導演其實他導戲並不會太多的限制，不是我運氣很好，然後我在那邊就發福令，金菜槓，好，結果就剛好運氣很好，那就弄了一個獎，這樣子得到一個表演獎，後來就開始陸續有人請來，好，我覺得是不同的觀點啦，好，但導演，在monitor前面，在機器前面，哈，看演員的表演是一回事，你可以看到很細節。是看到外顯的東西，那你在演戲的時候，就是完全是裡面的東西在跑，啊，那當然有時候會跑出來，會比別人有一點優勢的是，我比較知道導演要什麼，好，那因為我都拍戲現場，有一個無底的黑洞是誰？就是導演，全世界不知道導演腦袋在想什麼。你說縱使他講得再清楚，你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他想什麼的時候，那可能我會比較知道一點，我自己當導演，所以自然會在最適當的位置，在適當的時機去做什麼事情，講什麼話，啊，什麼時候可以來一段給導演，知道這導演可以玩的話，這樣，所以就比較比別的演員會比較知道那個黑洞裡面是什麼東西。你來看吼。究竟你黑洞喺乜嘢啊？你講緊無準吼，我用天開方式吼，出隻來看阿魯導演設計去表演的一隻客家電視台嘅單元劇，很多鬥戰，然後一隻故事底背，佢迄種嘅表演就自家講叫做那個提供導演嘅黑洞同埋，你來看一下，第一題嚟講。
讲过啊，那就没时间，够神，你又下样，你体官。明明颠三倒四、拱冲，你摆都那边耶。那客家话讲到扶老话去了，那个琵琶讲他还是脸不红气不喘，继续再演。去搞那你的公妈该演那个演。啊，大家看到个阿鲁娘的图片的嘛？哦，就唔是讲到哈，今后了解演员的方式，就直接看佢演的角色就第一。不过吼，其实安尼样讲吼，因为做一只客家电视台的导演，你就要讲客话咩？冇问题。不过安尼，我讲客话后生的演员其实冇安多。你要做导演，要做演员，迄即个拍一只客家电视台的剧。请到位 casting 到位嘅演员，迄行年，迄上年，因为唔好讲客，几年半年。其实大摆哈，拍所一部客家电视台的戏哈，我都会讲，下一次不要再拍了。客家电视台睇到，真嘅啊，佢懂麻烦嘛，解真嘅语言的问题啊，语言问题，都会讲演员。非客家籍演员平常冇讲客话的，去学去学，用来讲你自己懂听得懂的，好，在 monitor 前面拿着耳机这边听，再怎么听，它基本上是一种干扰。我知道演员已经很尽力了，可是那个就是不对啊，那个就是讲不准啊。可是那个真的是，因为这个感觉，你喺咪老嘅演员的语言系统有关系。因为有时候讲一只语言吼，一只演员去用声音去表演的时间，大概语言系统的切换吼，有时个思维逻辑无可以哦。像你讲客话讲较关于细细的吼，你当头思迄无咩啊了，你等到你看到你剧本的时间，你看哦，你是要给台湾的导演台湾讲你都发的时间，其实我是都在啥，他其实都你的记忆的深处，你还。不存在的东西，你可能做转发讲，用咩样来写那只语言系统来讲出来只角色应该来讲的对白，所以这个过程啊，当难，一定难。讲到庆余黑嘛啥，都大将徐芳轩王娟，王娟，娟姐，我都看你都去做啊，这个演戏啊，明明颠三倒四、拱冲，你摆都那边耶，这客家话讲到扶老话去了。那个琵琶讲，他还是脸不红气不喘，继续在演。去搞到你的公妈该演那个演，哦，这个演厉害。给他不来请佢来了，不来请，有入围。对啊，有入围，那大部分呢都会讲，弟弟讲唔错嘅，就会影响到表演。好，然后再想法啦，我会想试着推广客家腔的美。客家强的哈。那比如像扶老话底波耶，吴念真讲华语的时候，吴鹏凤讲华语的时候，一种磁性啊，很美嘛，对不对？他们的华语是有一种扶老腔的。那有谁的客家腔的华语是有魅力的？我相信，因为他声调的不同，那种
讲法的方式不一样。不要变成戏谑的董月花，好，那是一种那个好那种羞辱，对。可是如果你可以发觉到，因为其实我们非客家的人遇到客家人的时候，尤其在都会，他们不是因为语言，他会因为这个腔调是碰触客家的开始。他有个特殊的腔调，是客家人。如果可以从语言从这边来切入的话，或许我们在很多戏剧的有一些呈现上，它是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认识客家人，从那个腔调开始，那大家也觉得原来客家腔调讲出来的华语其实还蛮美的，然后进而开始去研究客家话的原来的本身是什么。所以那点一特别的，就是他少年上多安尼的方式，去接触客家话。对，不然我们通常真的在朋友底部，这个客家人不会在一个非客家族群里面讲客家话。对。所以安尼两点就讲到讲，给客家人的一种城市的隐形性。对。就你用的去凸显去了。其实前头不喊你要靠语言那东西。对。因为客家本来是模式嘛，建筑模式，全部去靠一种口传的方式，然后他上一批去底一种指的那些东西，很多妖婆，指的那些东西很多白沙，就植物开始去念给它撕出来，然后你按那种的语言的系统传承下来。然后很难的就讲，你用那种语言系统来进行戏剧上的表演，我说这点其实是很困难的部分。那当然，人家就动态挑战啦。对像阿那样的导演，又有演员身份的一个导演，那样一条路，我说其实是一点难，一点难。对，你刚好讲到客家隐形的样，那都被电视台有讲啊，客家人讲，客家人为什么要彰显各家什么文化什么的？你们哪有受什么委屈？你们没有讲客家话，没有人知道你是客家人啊！你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某兄原住民有冇？给，我说我不是原住民，你看到他的长相，你明明就是原住民啊，有冇？安嘞，所以客家人不讲客家话，没有人知道你是客家人，所以你没有委屈。这个话其实对客家文化杀伤力最大。它其实是在一种灭文化的过程，毁灭你文化的过程。对。然后长久以来。或许因为这个因素，客家人因为喜欢迁移嘛，这个原因，所以他自保的方法就把自己那个住。对，所以我的客家观里面觉得，我要他认识客家，其实不是从南部、南山采茶、山歌，不是。那真正客家人的样貌是什么？他的特质跟福老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隐形这件事造就了我们基因里头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其实是一只新的基因啦，它应该客家新基因创造，应该其实没因关注了点。那关注点其实是讲，像安样一只年纪后生人哦，在城市里边，像阿俩喊做得加敢讲客话，因为细都客家状态的，所以语言无全部得听，喊做得。不过这个可能这个些年哦。你接着来讲客话，当然幾時間你講佢廢話時就講客話嚟，佢班堂唔是班堂嘅事，佢慢慢就講佢個堂生嚟講嘛，佢講佢馬廢話，佢就開始去學了客家話。不過我說了做一種特殊的邊緣性，其實我每次都佢反映到我們其他作品底部，一隻封閉嘅概念，一隻結構底部困住的嗰種感覺吼，我所以一直就會我看阿魯。影像作品底下當中有一隻新結，咩樣天天，要行到多一隻點就講，按樣嘅新結同呢一隻時代底下，樣嘅本係後生嘅，比人哋後生嘅後生年啲講，啲冇咧係更年輕嘅後生年嘅一種新基因，以及按樣嘅新基因樣嘅透過，不管呢故事、戲劇、繪畫。種種嘅一種創作嘅新嘅能量表達出來。按照日本人講其實客家唔係客家話天天，客家有一隻很更加沉嘅東西。但沉嘅東西就透過到語言某一種連貫性質嘅方式嚟表達出來。所以其實像按樣講起來，我就想講，某一天
做得深入去想的时间，就讲客家话对新时代的后生人来讲，佢有乜嘅新的方式，做得引起佢做一隻客家話的文藝復興。按樣一隻過程嚟上，其實應該會比安尼去講採茶啦、吼山歌啦、嘅客家小炒忠孝啦。节义啦，啊，两个东西很哪有意思啦，因为有时候应该慢慢的行到一只新的时代、新的想法。只讲一点困难，一点困难就讲，你用的老客家话现代化，啊，这是件事情哦。做创作人来讲，其实真正就会也是开了一个大门啦。咁样跟你时间的关系，真嘅时间的关系，我真嘅当上照顾因老阿鲁因谈的下伊哦。我希望正因2小时的节目，做的透过阿鲁导演，安样一个客家的导演、客家的演员、客家的影像创作者，安样个人，做的本台个谈到当到老影像创作，然后客家安样个一个元素，客家的一个议题，客家的一个未来，有一个当好的一个连接，一个谈法。正因听大上的吼，希望。还有哪个一只节目也喊哪个一集做得这个请阿鲁来，好好的这个谈一下。希望你只机会做得日本下一拜，按照慢慢来讲。听大上咧，其实无讲迄个感觉，意犹未尽，意犹未尽。一开始嘅，我讲阿鲁是一只神经片的导演，其实咩？其实阿鲁一直就会像一只隐形人。佢做乜嚟即個隱形人？因為佢隱形以後，佢想要拍嘅故事慢慢地做出來，佢想象嘅人物慢慢地做出來。因為佢老自家變到一隻隱形嘅微笑，大家就開始看到佢想要拍嘅東西。呢點對我嚟講，其實係一隻當感動嘅地方。佢每一隻。行到前前面的導演，給了全部的劇組、演員、故事、人物送到前前面安樣的導演，給安樣的隱形的性格，然後佢自家作為一個客家人來講，其實要當重要觀念，因為佢一切一切就知道自家係規則城市地步的隱形人。其實你阿咩講到安尼客家人。到城市地步，大家看唔到嘅一個角度。